感谢平安啊！请咱来传念今仔日要吟的圣诗，第一首是圣诗557首。咱着找求主上帝，明白伊心道路，毋是空空的敬拜，用敬虔话学乐。找伊着行伊旨意，摆除单调操劳，就会看伊面阳光，体验喜乐极好。好，做伙来吟来。咱着追求主上帝明白于心道路，毋是空空的敬拜，应虔心为我路，追着行伊旨，摆渡单调错路，就为看伊面阳光，体验伊乐极好。第一再过来一摆，来，咱着追求主上帝明白于心道路，毋是空空的敬拜，应虔心为我路，随伊着行伊旨，摆渡干着高路，就为看伊面阳光，体验伊乐极好。第二首的圣诗伫圣诗38首，大家拢真熟，阿乐转灵的主上帝。共款，咱来吟两摆第一节。阿乐转灵的主上帝，做花的大君王，伊做你大
为了拯救，你着学了尊重。有的人着亲近你的圣殿，甘我当心欢喜称赞。第10个一届来。我若全灵的主上帝做花的大官，伊做你大亏了拯救你着了尊重，着起了着亲近你的圣殿，甘我当心欢喜称赞。是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下早起的敬拜。啊，咱嘛甲咱的手机啊，有大的手机啊，关好做震动。
我要带因到我的圣山，互因伫我基督的厝来欢喜。因的烧化节甲礼物，伫我的单顶的确得到接纳，因为我的厝要称作万百姓基督的厝。咱即时三节来吟圣诗38首，学了全能的主上帝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是咱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特别也查清讲，恁听主你条代志，把神中。这是咱用教导方式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启文第23篇，要对上主唱新的歌，要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。
尊贵甲威严包围伊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。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。面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，世界坚固袂动摇。天就欢喜，地就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上主得要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间。这是咱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阮感谢你。你阁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，互阮的安息日，互阮有份来伫圣殿三甲敬拜你。虽然有人身躯面痛，家庭上的需要，或者工作上无法度来到圣殿三甲聚集，阮也求你悠然赐福伫因的身上，互因拢有平安甲顺遂。主啊！阮知，只要阮信心较悬伫试炼的顶悬，阮就会当得到主。你为阮所备办、所欠缺，因为你的话内底面身，你有启示阮讲，独独就用信来求，拢无摇疑。因为摇疑人亲像海涌和风拍来起落，迄人免拍算要通对主得到啥物。欢喜的心是良药。忧伤的心，互骨高达，恳求你来透放阮心肝中的无欢喜甲无爽快，拢通对主来得到透放，互阮的心有换新正直的灵，愿阮拢充满你的恩典，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父上帝。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歌队所带来的是我心尊主做大。兄弟
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，记载创世纪22章，今仔要对第1节看到14节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上帝考验亚伯拉罕，叫伊讲：亚伯拉罕啊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带你的独一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，去摩利亚的地区，而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，将伊献做烧化祭。过日透早，亚伯拉罕甲利亚拔碗，带2个仆人，甲伊的囝以撒。甲烧化祭要用的茶化好势，出发去上帝只是伊的所在。到第3日，亚伯拉罕抬头看到远远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：“你甲利亚伫遮听候，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，后来会转来你遮。”亚伯拉罕将烧化祭的茶互伊的囝以撒派，家己手提刀甲火种，然后2个人做伙去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：“阿爸，伊讲我的囝，我伫遮。”以撒讲：“火种甲茶咱拢有，毋过烧化祭样仔伫倒位？”亚伯拉罕讲：“我的囝，上帝会家己准备烧化祭样仔，2人就搁做伙行。”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，亚伯拉罕伫遐起祭坛，将茶摆伫祭坛顶。伊甲伊的囝以撒绑咧，下伫坛顶遐个茶的顶面。亚伯拉罕就甲刀举起来，要杀伊的囝。上主的使者对天使叫伊讲：“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啊！”伊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使者讲：“毋通下手，毋通伤害即个囡仔。但我知你敬畏上帝，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咧无我。”亚伯拉罕抬头看到后壁一只羊，甲别哩规部的树仔，亚伯拉罕就去，甲迄只羊公掠来，代替伊的囝献做烧化祭。亚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上主屹立。到今仔日，人还在讲，伫上主的山，伊会看顾，愿主赐福伊伫家己的话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奇妙的疼，运行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踮伫人生的道路，超找你，认捌你。也知影怎样跟对你的脚步向前行。愿主将你的话刻条点伫阮正兄弟姊妹的心，帮助阮对你的话语，阮得到快乐，也得到帮助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欢喜会当踮伫圣殿中间，同齐敬拜上帝。问咱一个问题：对今早起你备办啥物？你会备办啥物咧？你爱备班，可能爱穿好较整齐；你爱备班，准备爱来练诗；你爱备班，准备要来抒琴；你爱备班，准备要来做礼拜。咱有真济备班，咱真歹去想象，讲咱过一个啥物拢无备班的生活，对吧？毋过咱嘛拄着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虽然咱会用尽一切方法去备班，总是人生的道路顶面，也阁有足侪项事是咱无法度备办的。所以逐个人都会开始咧讲，有人讲一句话讲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但是这到底是正确还是无正确呢？哪亲像是对嘛？哪亲像是毋对？因为就算讲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咱嘛无可能啥物拢无备办对吧？所以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，可能咱爱学习的代志是，靠咱家己要备办是有困难的。所以到底上帝在备办啥物？这是咱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咱即几礼拜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的生命，伊一直缀着上帝的话在向前行。
虽然咱知咱会讲阿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爸，但是咱安尼读起来，咱就开始对这个信心这两字有一寡无共款的了解啊。这个人是软弱，这个人嘛毋是遐尼坚定，伊踮伫济济的困难甲挑战中间，有时拢会袂记哩上帝应允到底是啥物。总是无论安怎，伊就是踮伫咱讲的跌跌撞撞的过程中间，一直超吹咧认捌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，等于是伊整个伊的故事到伫一个上界重要的一个剧情啊，这是一个高潮的剧情。踮伫这个剧情中间，上帝应允要真实临到伫伊的生命中间。所以咱对于一开始这段圣经节，伊讲一段真清楚，就是遮的代志了后，到底是啥物遮的代志了后？遮的代志了后，就是伊头前所经验过一切。上帝呼召伊爱离开家己的家，上帝呼召伊，上帝应允伊要得到一个囝儿，嘛拄着一个家庭中间这一切的事，遮的代志了后，咱有当时会讲吼，经过遮尼侪代志了后，我总算应该会当休困了吧？经过遮尼侪代志了后，我总算会当感觉较安心了吧？毋过，上帝的话踮伫即个时刻，搁一摆临到伫阿伯拉罕。所以当伊听到上帝的话的时阵，我嘛毋知影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咧。咱逐个人期待听到上帝的话，但是到底听到上帝的话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咧？伊忽然间听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对伊讲阿伯拉罕。我毋知影你若是阿伯拉罕，你即马听到即个声音的时阵，你安怎想？伊敢会当回答讲：我伫遮。伊回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的命令即时临到伫伊。上帝的命令是啥物？爱带你的囝，就是你所听的以撒，去摩利亚地区，伫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，将伊献做烧化祭。听到这项代志，我想阿伯拉罕规个人拢硬去啊！毋是上帝应允是要互我即个囡仔吗？毋是上帝应允是要互我通过即个囡仔，嘛互我成做万国的老爸，会有济济好的要对即个囡仔出来吗？上帝哪会忽然间踮伫即个时刻邀请伊讲，将你所听的囝来献互我？伊心内底有真大的冲突，伊心内底嘛有足济话，毋是安尼吗？如果我真正照你的话去行，安尼你的应允毋是全部拢无算啊吗？听见上帝的声，上帝咧邀请每一个人做出回应。毋过，定定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声邀请咱做的，是超越过咱逐个人的想象，甚至会互人感受到痛苦。这是阿伯拉罕踮伫心内底，伊必须爱面对的。无论安怎，咱所看的圣经节，就是阿伯拉罕真正照遮的话去行。伊真正照遮的话去行，伊准备好遐的茶，伊也准备好驴啊，带以撒甲两个萝卜，一步一步前往上帝所指示的所在去。过一日，第三天，阿伯拉罕看见遐个所在啊，就对个萝卜讲：恁甲驴啊，拢留伫遮，我带囡仔到伫遐敬拜，后来我会阁转来。看起来，阿伯拉罕是准备好啊。看起来，至少咱踮伫圣经中间所看的是，伊准备好照上帝所吩咐的去行。煞来，剩两个爸仔囝。做伙行头前的路站，一步一步咧向前。阿伯拉罕将献祭用的茶放伫以撒的歹，互伊歹咧，手提刀也提遐个火种，两个人一直咧行。伫因咧行即条路的时阵，我想可能两个人一句话拢无讲，都是一步一步一直咧向前行。老爸的心愈近我，
愈艰苦。囡仔到呾为止完全毋知过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，伊完全毋知影到底即条路是要往对行。两个人点点向前行，直到以撒讲话啊！直到以撒讲话讲，爸爸，啥物代志啊？以撒讲，火种甲茶咱拢有啊，毋过要献烧化节迄只羊仔到底伫倒落咧？是啊，看起来啥物物件拢准备好啊，看起来一切拢备办好势啊。火种、茶，啥物拢有啊，咱就是要去献祭啊。但是上界重要的祭物伫倒落咧？上界重要迄个祭物到底伫倒落？以撒咧问即个问题的时阵，哪亲像刀嘛插入亚伯拉罕的心内底？敢真正备办好啊嘛？敢真正备办好啊？我敢真正备办好势要顺服上帝的心意吗？我敢真正备办好势，我会当放杀我所疼的囝吗？我敢有办法真正愿意完全相信上帝的带领吗？亚伯拉罕敢真正备办好啊？若是咱敢真正备办好啊嘛？咱活伫一个啥物拢想要掌握的世界中间，咱会备办，足侪事，咱会做计划，咱会用足侪方法备办好，家己会当拥有一个真丰富的人生。咱会当备办好，期待咱家己会当得到财富，咱嘛备办好，期待家己会当过了顺遂。为着要备办好遮个代志，咱付出侪侪代价。咱付出了侪侪的代价，为着要互咱家己感觉安全。但是人生实际上咧面对的是啥物？咱是一直咧备办，一直咧累积，一直认为讲，我若是备办好势，我会当过一个丰富，我会当过一个成功的人生。但是人生实际上出现的是，咱一直咧失去。咱一直咧失去足侪物件，咱失去了健康，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咱嘛失去甲别人的关系，咱失去咱的工作，咱咧面对侪侪无共款的失去。就算讲咱一直咧备办，但是咱犹原咧面对失去。这几年来，大家人拢去健身房。因为咱认为讲，我要备办，有搁较侪的快乐，我要备办会当得到健康。但是实际上是啥物？到伫一个年纪了后，无论咱安怎认真咧锻炼，咱流失的肌肉永远比咱会当锻炼的搁较侪着。就算讲咱医疗是进步啊，咱无论找偌侪医生，手术也好。食药也好，咱期待咱会当莫失去健康，但是无论安怎，咱所知的就是咱健康的状况是一直咧降低。就算讲咱尽一切的方法，所以现实是要完全治好咱的破病是无可能的。咱无论偌认真咧运动，偌认真咧顾家己的身躯，偌认真咧看医生。咱所咧做，哪亲像是一直干那咧延前这个失去的速度那样，所以咱是一直咧面对失去。现实就是咱无法度知影，咱的人生咧面对这个失去的时阵，到底会当安怎过？透过这段圣经节，咱搁一摆去帮助咱思考一件事，包括奉献嘛是失去的功课，敢毋是？奉献嘛是一个失去的功课。上帝对亚伯拉罕献祭的要求是爱伊放杀，互伊感觉安全的价值，是邀请伊爱失去。这个献祭的要求是挑战亚伯拉罕讲，你嘛爱失去。对顶礼拜咱所读的经文，咱清楚知影讲，伊原本两个囡仔嘛，一个囡仔已经走去啊，一个囡仔需要。因为两个查某人的冤家，所以必须爱将伊赶出去。
所以一个已经失去啊，剩的这个等于是伊全部人生的愿望。这个囡仔是伊唯一的愿望，伊所有会当掠掉的，都是干那以杀这个囡仔尔。但是上帝这个要求是，你爱失去伊，你爱将伊奉献到伫我的面前。这是一个考验。每一摆咱咧奉献的时阵，咱敢有想过这件代志？这是一个面对失去的功课。面对失去的功课，是我原本我应该会当掌握我所有的物件，但是当上帝的邀请、上帝呼召临到伫我的时阵，我爱面对一个真实在爱失去的功课。踮伫这个限制的背后，就是上帝咧对咱讲：，咱敢真正真实相信讲，我比你所掠准的囡仔也好，财富也好。一切方法也好，我比这搁较坚实，我比这搁较可靠。你的人生，你的好的，你所有的应允，只有踮伫我的内面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成就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要求，嘛是上帝对咱的要求。咱敢有真正愿意相信，上帝比咱所认为的价值搁较可靠？咱会去按算，咱有侪计划，咱会足侪备办，但是上帝透过这段经文一直咧挑战咱。你敢有相信我比你所认为的搁较坚定？我比你所认为的搁较值得你依靠？所以这个问题嘛是咱的问题，咱敢真正备办好啊？咱敢真正备办好啊？亚伯拉罕无论安怎，伊是备办好，也是无备办好，伊都是行踮伫这条路。但是圣经来到伫中央第8节的所在，亚伯拉罕咧回答伊的囡仔的问题，检采表达伊心内底的备办。踮伫第8节，亚伯拉罕回答以撒安尼讲：我的囡仔，献祭的羊仔囝，上帝为家己备办。上帝为家己备办啊！当伊的囡仔咧问爸爸，迄只羊仔到底踮伫倒的时阵，亚伯拉罕知，亚伯拉罕知影，但是直到伊家己愿意讲出即句话的时阵，迄是无共款的信用表达。我的囝，上帝为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仔，伊相信讲上帝会备办。虽然看袂到，虽然伊嘛毋知影到底会安怎，但是伊相信啊。就伫这个面对考验甲冲突的时刻，亚伯拉罕的选择是顺服，听候上帝的工作。所以因两人阁继续行，无停落来。因两个人继续行，继续行，到伫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开始咧起造遮个祭坛，将茶全部拢备办好啊！将遮个物件全部拢备办好，过来咧，袂当无将伊的囡仔来处理啊吧？你犹原会当透过做足侪事，我继续备办，我继续备办，但是上界重要的嘛是要献祭的迄个到底是啥物？所以亚伯拉罕继续伊。将伊的囡仔绑咧，开始咧绑这个囡仔，伊的心咧流血。啊，这个囡仔可能规个嘛硬气，为什么我的爸爸要甲我绑起来？到底为什么我的爸爸要甲我绑起来？啊，慢慢一步一步，亚伯拉罕将伊的囡仔下踮伫祭坛顶面，然后摕起迄个刀，准备要抬落。我毋知影伊到底敢抬啊，毋敢抬。伊伫咧停伫遐，到底这个刀是要抬还是歪抬咧？都经伫遐，伊嘛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办。但是无论安怎，上帝的指示就是遮尔明确，
就是一定爱，这个都应该爱抬落去的迄点。忽然间，伊佫听到声音嘛？忽然间，伊佫听到声音嘛？上主的天使对天顶咧喊，阿要来喊，阿要来喊。即摆当伊听到上帝的话的时阵，那亲像规个人得到活命，那亲像伊得到活命，伊赶紧应答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天使讲：毋通伤害即个囡仔，但我知你敬畏上帝，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咧保护我。那亲像对另外一个世界佫转来吼，那亲像生一个啊，原本踮伫遐要抬即个囡仔的时阵，心已经毋知影想到倒去啊！我佫来要安怎？我佫来到底人生的路要安怎行？当上帝的话佫出现的时阵，那亲像伊佫转来到伫即个世界，拄仔可能连咧有咧呼吸无咧呼吸拢毋知啊！即马总算会当喘一口气。老爸真正喘一口大气，囡仔嘛踮伫茫然中间，重新阁清醒过来。阿伯拉罕四周围咧观看，看见一只羊羔咧伏伫迄个树仔遐，这是上帝的臂膀，这是上帝的臂膀。迄只羊羔代替囡仔做烧化祭。所以阿伯拉罕称迄个所在叫做上主以勒，就是耶和华为臂膀。当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咱详细对即个故事中间来看，咱会发现，咧讲上主以勒、讲耶和华以勒即句话有偌尼啊困难。现在咱踮伫现在生活中间，咱来讲耶和华以勒，你爱相信上帝有臂膀，咱讲的拢真简单。但是当咱进入到伫阿伯拉罕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迄到底有偌尼啊困难。上帝咧要求上帝爱咱所做的奉献，是爱咱失去咱所爱，失去咱感觉，互咱会当得到安全，失去所有的健康，失去咱认为一切会当掌握的。这是上帝的要求。然后，当咱愿意顺服照安尼去行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真正体会到讲上主的臂膀是啥物，才会当讲耶和华以勒的意义是上帝臂膀，毋是人的臂膀。所以，人踮伫生命中间，咱一直咧向前跑走，咱一直咧向前，咱一直咧臂膀。但是，无论咱的臂膀到伫什么款的坎站，总是到一日咱会发现，原来咱是行伫上帝的臂膀中间。这个考验阿伯拉罕佫供应伊的上帝，咧挑战的就是阿伯拉罕的理性甲伊的信仰。上帝的话命令阿伯拉罕带囡仔去到迄座山，将伊献做烧化祭。伊天使咧甲伊讲，毋通下手。这规个过程中间，会当看见讲，这是考验，但是嘛咧邀请阿伯拉罕，你爱做出真实的应答。伫这段圣经咱搁来看一摆这段圣经，咱看3个所在，第1节、12节甲第8节，其实是第1节甲12节将规个故事夹伫内底。第1节甲12节将这个故事夹伫内底，就是一开始咧对伊讲，上帝要考验阿伯拉罕，叫伊讲阿伯拉罕，伊应讲我伫遮，然后你带你落伊的囝，要去献你的囝以撒。到第12节，使者佫讲毋通下手，毋通伤害这个囡仔，但我知你敬畏上帝。这两段是上帝咧对阿伯拉罕讲话，咧邀请伊做回应，就是第8节。阿伯拉罕爱做的回应，就是我会惊上帝为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啊！这是伊信仰的表达甲回应，也是咱每一个人咧面对上帝的时阵必须爱做出的回应。对
上帝对一个考验的，到成做一个供应咱的人，伫面对每一个冲突甲矛盾的现实中间，咱得观看上帝的备办到底是甚物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段经文，其实是历代的神学家，大家人拢咧讨论的一段问题，因为伊就是咧挑战每一个人的理性。路丁马丁伊到伫上尾啊，伊讲吼，所有面对考验甲供应的冲突，只有伫上帝的话内面，才会当得到和解。然后，这个和解的行动，就是使人搁活的应允。所以，伊用安尼咧表达，咱嘛清楚知影讲，这段圣经节伊会带咱看见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。带咱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拯救咱每一个人。亚伯拉罕也是以撒，因两个人拢同款，哪亲像行一段对死搁活的路程。伫迄个失去的行动，伫迄个奉献的行动内面，是看见一个对死搁活的行动。这也咧表达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所得到真正的福音。咱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是咱性命的救主，带咱经过咱一切的失去，咱真实的死亡，然后得到伊真正掠掉迄个对死搁活的愿望。毋是照着咱所看到的一切，毋是照着咱的财富，毋是照着咱的囝，毋是照着咱掠准所会当掌握的一切，是只有耶稣基督。人生咧面对一切失去的过程，耶稣带咱行到伫关键的时刻，学习放手。伫放手，咱看见耶稣的备办。伫迄个时刻，咱清楚知影讲，我的生命会重新搁换新。最近看一本册，感觉真有意思。有一个真有成就的人，伊咧敲找人生的答案，所以伊过一个修道的生活，伊就放下伊所有的工作，伊走去，当然迄是无共款信仰，所以伊走去寺庙中间，踮伫遐，透过历想，透过灵修，伊家己咧找生命的答案。但是伊讲一段话真有趣味，伊讲。当咱每一个人咧面对生命的冲突，咧面对艰苦，咧面对甲别人袂拄好的过程中间，伊讲，你只要有一个秘诀，你只要有一个秘诀，你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大家人就就好奇讲，啊，到底迄个秘诀是啥物？到底有啥物秘诀会当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？伊讲真简单，你就一句话讲3遍就好啊。一句话讲3遍，一句重要的话讲3遍。迄句话讲做，我有可能毋对。讲，当你面对生命中间所有的冲突的过程中间，你甲别人袂拄好的过程，你咧冤家，你甲你的囡仔袂好势，所有的问题，你只要会记你讲3摆，慢慢啊讲，我有可能毋对，我有可能是犯错的，我有可能是犯错的。伊讲你会记你有可能毋对，你就有法度得到新的可能性。我看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咱会真要求讲代志爱有是非，咱期待无论踮伫社会，踮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咱想要敲找代志有对也是毋对。但是无任何一个人会当讲我完全是正确，所以咱愈掠条讲我一定是对的时阵，咱就有可能是行入毋对的迄个困难中间。所以咱袂会去看见生命的本质到底是甚物，这是放手的功课。愈掠条就啥物拢无，只有学习真正的放手。咱才会当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带咱行头前的路程。
基督成做上帝真实的献祭，伊所得到的新的活命，是咱领受的福音。所以，当咱咧别人分享什么是福音的时阵，这是上界重要的代志。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，这是上界重要的宣告，就是我有可能是毋对的。我的生命中间有罪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，通互我得到一个新的活命。所以，这个献祭嘛是咱每一个人的献祭，将咱家己，咱嘛爱想象咱家己带到伫迄个祭坛顶，咱是完全献伫上帝的面前。当咱咧面对迄个那亲像要死亡的过程中间，耶稣代替咱死，耶稣的活命也互咱得到真实新的活命。这是上帝的备办。照着咱得到新的活命，咱会当重新搁看见上帝伫亚伯拉罕生命中间的应允。上帝要透过这个囝，通成做万国。这个囝会继续搁传出去，这个囡仔会继续应允上帝所要做的工作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也是同款。上帝要使用咱。互咱成做，互众人得到福气的应允。咱是伫伊的面前，咱学习降服，咱学习失去，但是这个失去要帮助咱得到新的活命。上帝为备办，你已经备办啊！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你已经备办，备办好啊吗？一个上山献祭，茶、驴仔、萝卜，老爸带伊的细囝，看起来拢备办好啊！备办好啊吗？一步步爬上山，要到伫迄所在，萝卜完成任务，主角慢慢向前，敢真正备办好啊吗？献祭的羊仔囝到底伫倒落？转转看见，已经困饱的囡仔，下伫祭坛的中心，真正备办好啊吗？考验甲顺服，冲突甲和解，你已经备办。我未听见，我未看见，我未拄见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上帝已经备办好啊！咱拢是现在踮伫遐，咱要得到新的画面，咱要得到新的愿望，咱要看见上帝要使用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众人照着咱得到福气。请咱同齐来吟一首圣诗，回应上帝的听。咱着祈求主上帝。咱着追求主上帝，并背起新道路，不是空空的敬拜，应敬虔为学路，随伊着行伊前，摆渡单调草路。这段记，这龙江。
为顺可是穷顿阿可该，主有比我未听见，看着拄着才知，着亲之间万上帝，定心应心万意，着正心最主心殿，着分别可赛去，主经刁难无无的，最喜魂殿起功，宣扬义经可堂，从上橄榄扫度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当阮自执伫你的面前，阮谦卑承认阮本身的罪，因为阮踮伫人生的道路顶面，阮一直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避办。这个避办是阮想要掌握家己的人生，家己的一切。总是阮知生命的源头在伫你，阮的一生拢在面对失去的过程。伫这个失去的过程，阮感觉惊吓，阮感觉软弱，直到阮清楚知影，原来是你咧避办，阮才得到新的活命。阮才清楚知影，原来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，真实正做拯救，为着要互阮得到新的活命，也为着要互众人通过阮的生命，通得到福气。所以愿你使用阮，愿你坚固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跟对你的话，跟对你的脚步来行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坐。我来做几项事的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的进度来到伫使徒行传12章的所在，请咱会当踮伫拜三的时阵做伙来踮伫山顶来相看。好今仔日是部会酒，咱后主日要伫第2堂礼拜后来召开中集会，所以请咱的中集同工会当同齐注意遮的时间。好搁来咱即礼拜的拜六就是搁来即个拜六，咱要踮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咱12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，所以邀请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。咱嘛感谢主的恩典，帮助咱今仔日有一台新的钢琴吼。感谢咱有兄弟姊妹的听心，嘛踮伫120周年音乐会的中间，咱会当同齐踮伫遮，透过学老的祭，将因光归予上帝。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踮伫礼拜六的时阵，会当踊跃来参与咱的120周年音乐会，嘛会当邀请咱的身躯边的亲戚朋友兄弟姊妹，都会当邀请。踮伫后面的招待道遐，阁有迄个小小的邀请卡吼。欢迎咱会当摕迄个邀请卡去邀请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与咱12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。嘛踮伫祈祷中间，为着即项事，咱会当定为着每一位踮伫这中间要演出的同工，伫背后咧筹备的同工来祈祷。7点7点开始袂记你讲时间，7点开始，所以请咱大家会当较早来吼。好。搁来，咱的中会的传道部踮伫7月16下晡有举行迄个中职信徒训练会吼，所以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赶紧来报名，因为中会传道部需要统计迄个出席的人数，所以呢，毋若中职会当参加，咱的兄弟姊妹若是有兴趣，拢会当来参与。即摆是对2点会开始吼，所以邀请咱大家时间画拄好，会当尽量来参与咱的中职信徒训练会。好踮伫8月初6是父亲节联合礼拜中间，咱要举行洗礼跟信礼，所以既然有意愿要接受成人洗礼跟信礼的人，请咱会当踮伫即礼拜进前来报名。咱需要安排咱迄个只要真理的课程。若是小儿洗礼，咱阁有时间。小儿洗礼，若是有要报名的，嘛会当欢迎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。好。咱来看本周的金句，就是创世纪22章14节，咱坐念2解。阿伯，否则也无法。山看创世纪22章12，咱搁一解。阿伯了喊。过山看22章14节，咱即是来吟上营390首，学了天父万福本源。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伫到因世代无尽。
阿门。谢谢。